呢部電影恐怖嘅地方在於呢，佢用好誇張赤裸嘅方式去顯示好多用愛名義去做嘅嘢，骨子裏其實根本唔係愛嚟嘅，而係控制，係最真實嘅心理綁架。將呢一種平時可以包裝成好深情、好專一嘅情感呢，直接剝開，變成一種對他人自由嘅心理侵佔。如果當愛將絕對嘅焦慮、控制同埋佔有欲推到極致嘅時候，你係咪仲會講得出愛你至死不渝呢？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 Cult。咁一套75萬美金成本嘅小品恐怖電影喺北美開畫之後呢，贏盡口碑同埋話題熱度啊！而香港本身其實係冇安排戲院上映嘅，咁但係最後呢亦都遲到好過冇到啦，終於喺7月1號呢正式上映啊！咁究竟呢套75萬成本嘅小品恐怖電影點解可以用口碑贏盡全球3億幾嘅票房呢？咁今日呢，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2026恐怖電影黑馬愛你至死不渝嘅觀後感。咁故事呢，就講述主角 Bear 係一個喺唱片行打工、性格好內向嘅男人嚟嘅，長期暗戀同事 Nikki 嘅。咁喺一次機緣之下呢，佢買咗一樣名為 One Wish Willow 嘅神秘魔法用品。產品說明只要將 Willow 截斷呢，就可以實現一個願望噶啦。於是男主角喺一次同 Nikki 嘅分別之後，許下願望，希望 Nikki 會中意自己勝過任何嘅嘢。而一個恐怖故事呢，就因為咁呢而展開噶啦。咁喺正式分享之前呢，極速介紹下個 channel 先。咁呢個 channel 呢，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噶。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咁所以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呢，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噶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呢，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嘅。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我覺得呢套戲兩位嘅男女主角呢，真係非常出色噶。咁首先飾演男主角 Bear 嘅 Michael Johnston 啦，佢喺戲入面嗰種內斂蜷縮嘅身體語言啦，有時一面無奈恐懼嘅表情呢，令到佢嘅角色呢始終介於可憐啦同埋可恨之間嘅，係電影最重要嘅表演支柱之一嚟嘅。咁而隨住劇情嘅推進啦，其實男主角呢都有佢嘅可恨之處啊。佢所謂嘅愛啦，其實都係出於一種自欺欺人嘅。佢由始至終都被自己嘅怯懦影響，對自己內心壓抑同埋否認，久而久之變成一個冇辦法承認自己內心感受嘅人。咁而呢一種怯懦呢，其實都反映同埋造就緊呢家越嚟越普遍嘅男性孤獨感啊！並唔係唔想去尋求愛，而係驚面對被拒絕同埋受傷嘅可能，所以選擇壓抑自己，自欺欺人嘅。咁喺呢一方面，我覺得男主角呢係演繹得好好嘅，甚至一開始呢會令你覺得佢先係受害者嘅。而飾演女主角 Nikki 嘅 Indy Navarrete， 佢嘅演繹呢就真真正正係呢部電影嘅不安來源嚟嘅。除咗嗰種導演設計嘅詭異行徑之外啦，好多時都要佢喺一個鏡頭裏邊啦，迅速咁樣切換眼神啦同埋姿態啊，由甜蜜嘅依戀感覺突然間變成兇神惡煞嘅凝視等等。我覺得呢個演員嘅內外呢，都絕對係呢套戲最搶眼嘅表演啊，亦都算係今年恐怖片之中啦最令人不安嘅演出之一嚟嘅。咁年僅25歲嘅佢呢，亦都憑住呢套電影呢喺北美呢彈起咗噶啦。咁相信之後呢，會喺唔同嘅電影呢見到佢嘅出現嘅。同埋配樂上呢，我覺得亦都係值得一讚嘅，令我印象幾深刻噶。喺前段仲未發生任何超自然事件，用對話去鋪墊劇情嘅時候呢，配樂上已經用一種不協和嘅弦樂同埋略帶電子質感嘅音樂啦，去營造一種持續嘅焦慮感，有種迷幻詭異嘅感覺嘅。係直接將呢套戲嘅氣氛咧定調啊，即刻令人哋意識到呢個故事嘅唔尋常。咁呢啲細節，我覺得係加強咗呢部電影不安嘅氛圍，亦都加強咗佢嘅心理恐怖效果。咁而且喺鏡頭擺位上啦，亦都有好幾幕呢係令到人哋好焦慮啊。咁詳情我就唔劇透啦。咁但係有啲鏡頭嘅擺位呢係 set 得好故意嘅，會令你不自覺咁樣迎住會有一啲驚嚇場面發生啊。咁作為一部咁低成本嘅電影啦，我覺得呢兩方面呢都算係喺有限嘅成本內呢已經做得相當唔錯噶啦。不過呢部戲呢，喺文戲嘅內容同埋電影節奏上呢，我覺得係未去到好賞心悅目嘅地步嘅。可能本身因為佢口碑咁勁呢，所以將我個人嘅期望呢係拉高咗嘅，覺得戲入邊嘅內容同埋節奏呢係會去到更加豐富嘅。咁但係咧前中段有部分鋪墊嘅情節模式咧，其實有啲重複嘅，例如男主角嘅內心掙扎，同埋佢朋友多次嘅勸告等等。雖然電影每次都有慢慢加深呢啲事件嘅程度嘅，但喺節奏上呢，我自己覺得係仲有改善空間嘅。
咁呢方面嚟講呢，我覺得係未去到外媒講到咁完美嘅程度嘅。然之後接下來呢，我會同大家討論下個劇情啦，同埋一啲我對角色嘅睇法嘅。咁所以呢，就會涉及劇透啦。咁如果你係未睇套戲嘅話呢，就可以先訂閱同埋俾翻個 like 啦。咁喺睇完套戲之後呢，再翻嚟睇呢段片呢都可以嘅。咁呢套愛你至死不渝呢，其實就係直接將所謂嘅不安全依戀啦，完全誇張赤裸咁樣表達出嚟嘅電影嚟嘅。男主角就係呢種不安全依戀嘅人，佢內心好想要女主角 Nikki 嘅愛啦同埋陪伴，咁但係同時又因為驚被拒絕、驚受傷害啦，而唔敢真正表達嘅。男主角喺呢套戲入邊呢，一去到真實親密、真實暴露自己、真實有可能被拒絕嘅嗰一刻呢，就往往會立即退縮嘅。佢唔係唔想去愛，而係想被愛嘅同時呢，唔想承受被真實拒絕嘅機會啊！呢一種又想靠近，又唔敢承受真實關係嘅拉扯呢，除咗係男主角貫穿成套戲嘅行為之外呢，亦都係現實入邊好多人內心嘅寫照嚟嘅。咁電影開場呢，就強調咗男主角嘅孤獨感，佢一個人獨居啦，冇父母嘅存在，只有一隻好快就喺電影一開始死咗嘅貓，成個生活呢都係非常封閉嘅。佢喺社交媒體不斷睇女主角嘅相片，將情感咧全部投射喺女主角嘅身上。呢一種將一個人當做情感避難所嘅模式呢，其實就係現實都市生活入邊內心孤獨嘅常見心理狀態嚟嘅。所以電影用男主角嘅角度咧去做故事嘅切入點，的確係會令好多人更加容易設身處地咁樣投入角色啦同埋故事。而其實一開始女主角 Nikki 咧係有認真問過男主角：你係咪中意我嘅？男主角係有一段可以真正面對真實、面對 Nikki 坦誠對話嘅機會啊！咁但係佢始終唔敢面對一個有界線、有思想、切切實實嘅 Nikki，所以佢選擇咗退縮，因為咁樣呢，佢就可以保護自己，唔使面對一個有可能俾人拒絕自己嘅機會。而呢一點除咗見到男主角嘅懦弱同埋矛盾之外呢，我覺得亦都係顯示到現實入面人對探求愛嘅矛盾啊，對於被拒絕嘅恐懼。寧願困喺我唔去做就唔會失敗嘅自我敘事入邊，亦都係造就之後事件發生嘅原因之一嚟嘅。而 One Wish Willow 一願扭之嘅出現呢，就係俾男主角一種唔使承受真實後果都可以得到愛嘅工具。而呢種愛係唔使考慮對方嘅感受嘅。喺呢家嘅約會文化入邊，好流行透過策略啦同埋工具去達成目標。所謂嘅戀愛教學、交友 App、各式各樣嘅追求技巧，其實都係推動緊一種將人際關係目標化嘅思維。咁而一願扭之，某程度就係將呢一種思維咧推到極端嘅，直接尋求一個願望物件，用最暴力嘅方式咧達成心目中嘅目的，跳過真實親密關係中最困難嘅部分，包括坦白啦、真誠、被拒絕、接受對方未必屬於自己嘅可能性等等。所以男主角其實係想要一種可控嘅愛，唔會令自己受傷，唔會失控，唔會容許對方拒絕嘅愛。One Wish Willow 就好似一面鏡，男主角以為自己只係求愛，但係 One Wish Willow 咧就將佢真正嘅潛台詞講咗出嚟嘅。男主角唔係希望女主角愛自己咁簡單，而係希望女主角咧無條件咁樣屬於自己嘅，即使呢件事係唔係真實都好啦。所謂嘅愛咧，其實都係滿足自己嘅內心為主嘅。亦都象徵咗一種好現代嘅愛情幻覺。好多人以為只要有方法、有技巧咧，就可以令某個人咧愛上自己嘅。電影用超自然物件咧，將呢種幻覺極端化，俾觀眾見到任何跳過尊重、同意嘅愛啦，最後都唔會變成幸福啦，只會變成囚禁。只要愛唔係雙向咧，其實就係一種負擔嚟嘅。而許願事件發生之後啦，Nikki 嘅自主性咧，亦都即刻被改寫，變成失去自我、失去界線、失去選擇權嘅絕對依附。因為真實嘅 Nikki 已經被男主角嘅願望咧壓抑住，而另一個焦慮型依戀嘅 Nikki 就誕生咗。呢個 Nikki 咧失去咗自己嘅興趣，失去咗自己嘅人際關係，成個生活淨係圍繞住男主角而生嘅。佢會長時間黐住男主角，睇住佢瞓覺，喺佢離開屋企嘅時候咧，守喺門口等佢翻嚟嘅，甚至會自己解讀男主角嘅表情變化。一旦對方唔合心意咧，就會引發強烈嘅焦慮反彈，對男主角身邊嘅異性咧產生強烈嘅妒忌。咁呢一段 Nikki 撞邪式誇張化嘅焦慮依戀劇情咧，其實亦都係好多現實伴侶嘅寫照嚟嘅。好多人喺愛嘅壓力下咧，會喺自己都唔意識嘅不知不覺間，慢慢失去自我，成為他人期待嘅自己。電影將呢一種過程咧誇張到恐怖片嘅程度，
佢直接用男主角同埋撞邪後嘅 Nikki 關係啦，做出嚟俾觀眾睇。佔有同埋愛呢係可以幾容易被混淆啊！失去界線嘅愛，其實就係最癲狂嘅恐怖。雖然現實當中好多人都仍然會為呢一種所謂嘅愛呢去拍手叫好啊！好多人追求愛，話自己只係想對方好，想去愛人，但好多時呢都只不過係用愛嘅名義去滿足自己，完全冇諗過對方嘅感受，冇諗過將對方當成獨立嘅個體咁看待啊！究竟係真心愛嗰個人，定係用愛嘅名義去綁架佢呢？咁而好可悲係啦，男主角其實喺第一晚之後啦，已經開始意識到眼前嘅 Nikki 咧，並非真正嘅 Nikki 嚟嘅。但基於自己嘅私心同埋呢個撞邪 Nikki 帶嚟嘅可控同埋佔有性咧，男主角選擇視而不見嘅。某程度亦都係一種自我欺騙嚟嘅。男主角欺騙自己 ，Nikki 對自己嘅愛咧係真實嘅。直到後來 Nikki 開始病態式嘅依附，男主角開始覺得不適同埋唔安全，先開始尋求一啲解決方法。而佢打電話俾客服嗰時呢，客服已經俾佢聽咗一次真實 Nikki 痛苦嘅尖叫聲啦，但佢係繼續選擇視而不見嘅。直到戲入面一次最赤裸嘅坦白，就係真實嘅 Nikki 喺睡夢中覺醒，同男主角展開一段最真實嘅對話。真實嘅 Nikki 咧要求男主角殺咗自己，幫自己解脫嘅。咁呢段戲用最直接嘅方式咧，俾男主角知道啦。平時嗰個黐住自己、瘋狂佔有自己嘅 Nikki 咧，其實並唔係完整嘅 Nikki 嚟噶，而係男主角願望塑造出嚟嘅外殼。真正嘅 Nikki 咧，其實一直被囚禁受苦。Nikki 叫男主角殺死自己，唔係因為佢唔想生存，而係因為佢已經冇辦法以自己嘅方式而活。咁電影一再強調啦，願望奪走嘅係佢嘅自由意志、身體自主同埋選擇權。所以死亡喺呢一刻咧，成為唯一仍然屬於女主角嘅出口，亦都係佢最後僅存嘅自我決定嚟嘅。電影用最直白嘅方式去講，任何失去自己嘅愛，都只會走向悲劇同埋痛苦之中。而男主角知道咗之後呢，佢做唔到呢個決定。一來佢本身呢就係連面對被拒絕勇氣都冇嘅人，但最重要呢係佢愛嘅呢從來都唔係 Nikki 作為一個獨立嘅人，而係 Nikki 愛自己嘅呢個狀態。如果佢真係愛 Nikki， 將 Nikki 嘅痛苦放喺心入邊呢，其實去到呢一刻，佢應該已經要尊重 Nikki 嘅求救啦。因為已經唔係第一次俾機會男主角呢意識到 Nikki 係被囚禁住嘅。咁但係最後男主角都係冇幫到 Nikki 啊，佢仍然優先保護嘅呢係自己，保護自己唔想失去 Nikki， 唔想承認 Nikki 嘅自主，唔想承認自己所追求嘅愛呢其實係一種暴力嚟嘅。亦都唔想親手結束呢一場由自己發動嘅捆綁關係。咁呢一場戲呢，揭穿好多所謂嘅愛啦，其實都係以愛之名呢去自欺欺人嘅。男主角口口聲聲講愛 Nikki， 咁但係當 Nikki 以最真實嘅姿態出現，清楚表達自己意願嘅時候呢，男主角嘅反應竟然係唔回應嘅。電影揭示緊一個事實：如果你只係中意對方喺自己幻想中嘅樣啊，而唔願意去面對對方真正嘅意志，即使嗰個意志未必會如你所想啦，甚至可能係會拒絕你都好，咁你所謂嘅愛呢，其實就唔係愛，而係佔有。Nikki 被逼成為恐怖情人，但係同時亦都係用嚟拆穿男主角自我形象嘅人。Nikki 越失控啦，男主角嗰種所謂嘅愛呢，就越站唔住腳，因為 Nikki 嘅失控正正係佢慾望嘅結果嚟嘅。而男主角係有好幾次機會咧去意識到呢件事嘅，最後男主角選擇自殺，係因為佢終於意識到啦。只要自己仲存在咧，仲捉住呢一個願望唔放，真正嘅 Nikki 就永遠冇辦法喺呢一場被操控嘅愛裏邊解脫出嚟嘅。亦都係佢第一次被逼面對一個事實，自己一直想保住嘅，其實唔係 Nikki 本人，而係 Nikki 愛自己嘅呢個假象。喺最後嘅選擇入邊，男主角終於都分得清兩樣嘢，一樣係我想要 Nikki 愛我，另一樣係我想 Nikki 真正自由咁樣生活。咁而當呢兩樣嘢都冇辦法同時存在嘅時候，男主角終於第一次唔係選擇自己，而係選擇俾 Nikki 有機會脫離自己嘅願望。佢最終都係要放手，承認自己造成嘅傷害。佢以為自己愛 Nikki， 但係去到最後呢，佢先真正明白，若果愛一個人呢，就唔可以繼續將佢困喺一個違反佢自己意志嘅狀態入邊。當 Nikki 真正用自己嘅聲音去表達痛苦、界線同埋拒絕嘅時候，男主角係一再退縮嘅。但係當 Nikki 變成只係圍繞自己而存在嘅時候呢，男主角反而一開始係選擇接受，證明男主角依戀嘅重點呢，一直都係被需要啦，同埋不被拒絕嘅，而唔係對方作為獨立個體嘅幸福。
而結局亦都係男主角唯一能夠做到嘅真正放手。佢之前一直冇辦法承受失去 Nikki， 亦都冇辦法承受 Nikki 唔愛自己，但係最後呢，佢終於都接受，因為如果女主角要作為真正嘅 Nikki 活落去呢，佢就必須唔再屬於自己。男主角嘅自殺亦都係男主角第一次將 Nikki 嘅自由放喺自己想擁有 Nikki 呢件事嘅之前。呢點亦都可以話係電影呢用最直白嘅方式去說明，用控制換翻嚟嘅愛呢，最終都只係會令到關係車毀人亡。咁最後就嚟個例牌嘅總結比分啦，我會俾呢套 Obsession 愛你至死不渝 Boy 啊。總括嚟講呢，呢套戲絕對唔係一部可以令你睇得好舒服嘅恐怖電影嚟嘅，因為佢嘅恐怖啦，並唔係嚟自血腥啦或者驚嚇嘅，而係嚟自一種極度貼近現實嘅人性扭曲啊！成套戲用精準嘅演技同埋壓迫性嘅鏡頭語言呢，令到觀眾喺睇完之後啦，仍然心有餘悸嘅。電影喺愛呢個主題上面呢，亦都保留咗一定嘅思考，並唔係單純嘅說教啦或者道德恐怖啊。雖然佢喺敘事節奏上呢，我覺得仍然係有好多位咧可以改善嘅。咁但係作為一部100萬美金樓下嘅低成本恐怖片呢，佢嘅成品都足以令佢喺呢家嘅荷里活一堆垃圾公式化嘅恐怖片入面呢突圍而出嘅。咁如果你係願意喺2個鐘內感受一啲不安、真實又自私嘅情緒呢，咁呢套戲會係一套相當唔錯嘅作品嚟嘅。咁唔知你睇完呢套戲之後呢，仲敢唔敢同身邊嗰個人講愛你至死不渝呢？同埋如果現實世界 One Wish Willow，大家會唔會對你所謂愛嘅人去使用呢？咁如果大家睇咗呢套愛你至死不渝嘅話呢，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同埋我睇到呢度啦，就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啦。咁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話呢，就記得訂閱啦。咁我啲蚊型 channel 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噶。咁下次再有電影呢，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嘅。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下條片再見。